啥我要会去办遮，而且佫邀请这100年老馆共同来阮嘉义来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要互人佫较侪人了解这个文化。加上你看伊对头到尾，全部拢是艺术的表态。哦，对咱的头盔，纸雕艺术；咱的面谱就是脸谱艺术嘛。衫裤、刺绣，草鞋编织艺术，这无啊，这逐项全部和艺术拢有关系。咱甲这个艺术文化，这虽然伊是对福州传来咱台湾，但是福州嘛邀请咱国家指导啊，因经过文革了吼，一寡断层对。咱台湾即马变成属于咱台湾的在地文化，因为因传互咱迄阵，甲咱即马大其实有差异性啦，已经有差。等到咱甲这艺术发挥甲淋漓尽致，甲咱的上好去呈现出来。听讲你高雄第一馆的吉盛堂吼，有去到法国迄个尼斯嘉年华去遐演出啊，就是讲吼，当然啦，就是讲以外国人看到咱台湾这个家长，一定讲除了各以外，因所看到的，假使认为讲，咱台湾人吼，你请到一个家长团队，一个负责就是安排这个代志的人，你认为讲，咱台湾的这个家长团要伫咧外国，互看到是什么款的表现呢？我感觉讲，其实呢，去到外国，咱即个法国人对台湾的文化是真好奇，伊嘛是真重视。比如讲，咱去即个博物馆来做即个开面的展演的时阵，都有即个咧修复古董的即个修复师吼，伊就甲咱讨论讲即个秘产。的即个内底学问，这就是感觉讲去到遐，然后会当做这足专业的交流，咱嘛是感觉讲真荣幸。第二就是讲，不管呢世界的舞台安怎来大，世界的舞台安怎来，譬如讲唱，我拢希望讲，即个家长馆伊出去会当呢，无忘本。会知影讲，其实对家长馆来讲，伫地表演，确实真正英雄，就是伫家己的主攻庙口表演。所以我讲，今仔日不管你去到美国、法国，还是对一国，拢爱甲即个咱家长是信用甲创生的即个团体无忘本，就是讲信用是头一个，过来咱的典法、咱的传统，会当原汁原味去到外国，互大家看到讲，咱这毋是就是职业的表演团体，咱是为信仰而生呢。这个为信仰而生，伊内底就足侪美感定法，伊的水伫地。这个面册开面的，伊毋是画的尔，伊画可能就是伊画的时阵，伊的面谱都有一寡胡灵的美感伫内底。所以这含一对外国人来分享的时阵，大家拢讲哦，你看伊的片啊，有一个北斗七星，你有看到无？安尼外国人就讲哦，真的有诶，就开始交流啊嘛。我感觉讲这就是文化艺术以外，这个信用的核心价值，我感觉必须要跟这个团体做伙来去国外，安尼咱真正台湾精神的价值，才会当伫咧国际来发光发热。然后我感觉有一个就特殊的，就是咱家长行过的时阵无，迄小朋友就一直尖叫，就一直。家长就一直牵迄个菜花，一直牵伊的菜花互家长。伊是安尼啦，你行过，你若感觉讲这个团体你足介意的，你就尖叫丢菜花安尼。行过的时阵，阮家长就是头一工嘛，就是伫神气宇轩扬安尼。人就一直尖叫然后牵菜花安尼。我讲，小朋友该想做想要和你互动的，你要和伊击掌者，行过击掌袂得啦。全部拢来，全部拢来，所以底下安尼就是因为你去到遐入境随俗啊，人嘉年华气氛就嗨的啊，所以讲去遐的时阵，咱就是讲以比较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甲人做交流，然后去博物馆的时阵，咱就是展演，比如讲这个开面的展示了，咱就有开放这个 Q&A 当问答，较深层的交流安尼，我感觉这拢是真趣味拢是学习。迄册是每一间馆的比方拢无同。一个师傅，阮一个面书伊拢有比方。当然嘛有人做出来有咧卖。你像阮囝洪文，伊拢家己研究。我常常看伊伊画面画甲攞困迄种。伊家己有家己画面，但伊是咧试面册。一试到尾足忝就困，伊就开记录。我吹偌久，要用偌久，用咧吹。用吹比例，这项物件含这项物件比例偌济，伊起来了。困起来，伊的面袂流，伊搁摕去用，你喷马桶去甲喷面，我流汗会流无？其实这些物件拢是你看会到讲，伊面册
足侪伊后壁面伊用心努力的一面。所以囡仔咱嘛是咧教育我，你爱甲做啊好，你去完成，莫要做一半。嘿，这就是我们咱咧教家长同款，教囡仔嘛同款，拢用有好的正面这个方式咧推动。系啊，有一寡名师的秘密是伊迄个白底，咱讲白底上重要嘛。伊你啥物开始拢是画白，然后花草嘛是看白嘛。迄白底我有一届吼，甲白底无摕起来片，我讲老师你这可能有 SK2 的味哦。然后伊就讲袂使讲，因为真诶伊就是有放一寡即个化妆品伫内底。因为咱女孩子化妆是安怎，譬如讲演歌戏是安怎，迄流规身躯歌拢袂脱妆，对，共款意思。啊，每一个面纱伊拢有家己的秘方。哦，家己的秘方对啦。哦，我这是好莱坞的秘密啊！好莱坞像咱出去流歌出油的人会出油啊，伊要互伊的面袂流，面会掉的。尤其阮较特殊，阮的面画了较油，画了较油，伊线条愈油的当中流歹看。对哦，真正这是美角伫内面呢。